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伫礼拜开始进前，咱同心来祈祷。至关荣耀的天父上帝，阮感谢阿罗你，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阮感谢你带领保守看顾阮一礼拜平安度过。阮恳求你，因为你的慈爱，赦免阮所有的亏欠。也恳求你，因为你的信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保护，掠砍阮的罪孽。阮恳求你，毋通因为阮的亏欠，阻止你是阮的双手。互阮伫今日的礼拜中间，搁一遍享受较你美好的同在。主啊，阮只是来到你的面前敬拜。我用谦卑敬虔的心，恳求你赐予阮新的生命，甲美好的愿望。阮将今日的礼拜恭敬交托予你，愿阮的敬拜被你接纳，愿阮的祈祷得到你的应允，愿阮的聚会合你的心意。恳求主你也保守看顾今早起服侍正当工，无论是圣乐队献诗、诗会、诗琴，也是传讲信息，主你拢用你的圣神引带阮，互阮做美好的服侍，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互参与礼拜，无论线顶也是实体，兄弟姊妹拢得到福气。主，阮特别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带领。今仔日礼拜结束了后，阮也要召开定期的中集会甲小会，求主亲自引带教会所有的同工，互阮会当看清楚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推动逐项的事工。阮也将阮所设立的机构，就是少年幼儿园、安养中心以及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互因所推动的逐项事工，拢会当得到你的欢喜，也互所接触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儿童、长辈，也是需要帮助的人，拢得到福气。求主引带看顾，阮也将阮心所爱的国家台湾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带领看顾，互台湾的百姓会当同一心志，互相关心，互相尊重。特别恳求主你兴起台湾的正教会，互正教会当接受你交代阮的使命，传救人的福音，互万百姓得救。也互因为认捌你，阮的国家得到改变。恳求主你啊，保守看顾阮所徛起的这个世界。这世界永远充满了真侪纷争战乱，真侪无公义的代志，伫阮的四周围发生。求你，互阮警醒，而且亲自伫这过程中间掌管，催逼阮怎样去做，这是你心所爱，催逼阮会当共同来关心，互阮所徛起的世界，成做一个公义、和平、仁爱的国度。恳求主你帮助阮，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一些按悲伤的人，用回无想事意来替恢复欢喜的油来替悲伤，乌落的衫来替忧愁的心，互因称作公义的树，就是耶和华所在的，来显明家己的荣光。请咱起立来吟信诗乌罗上帝，信诗第73首。信诗第73首，但愿感谢上帝，请咱起立来吟。
遮济，请咱同心来祈祷。愿荣光归你，愿永活的上帝。你有差遣你独生的囝到世间，互阮对你得着活。愿荣光归主耶稣基督。你有通过福音显明活命甲永生。愿荣光归信神上帝。你有互阮甲基督共活，各用伊的疼留伫阮的心内。至圣至尊的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谦卑承认阮有罪恶的本性，紧做歹，并断做好。阮有真侪软弱，有真侪过失，只有你知阮有犯罪，常常离开你的真道，浪费你的恩赐，袂记着你的慈爱。全能的上帝，你有应允要白白赦免阮既若反悔，倒转归向你的人，由你即时用你所应允救赎的恩惠，来充满逐个反悔心，赦免阮拢总的罪，搁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念头。慈爱天父，看顾阮失落安慰的上帝，伫即边疫情的中间，有侪人受到病毒的感染，直到肉体有病痛、痛苦甲衰弱。求你用你的怜悯慈爱看顾因，用你的大权能医治因，信心的气力安慰因，互因会通过赢过病的痛苦，早日得到健康。特别伫医疗过程的中间，想使因有喜乐甲活泼的心智，通过即边艰难的日子，求你互因早日恢复勇壮。来敬拜你，用你的健康来荣光你的性命。阮也感谢你，伫双连教会所设立的幼稚园新增福利基金会，甲安养中心这长辈拢无受到感染。感谢你施恩赐福，看顾伫遐的员工，有好的团队互相鼓励帮赞，将危机减到上低。阮恳求你保护阮的身体健康、心智健全、心内清气、精神欢喜快乐，搁保守阮安分守己，照你的福音来行去一切圣工。阮的祈祷无够也，要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现在来交托客英文，客英文第9篇。过失得到赦免，罪过得到亚坎的。耶和华无算伊有罪，伊的心无奸诈的。我静静的时，我的骨头孤单。我对你摆列我的罪过。我讲，我要对耶和华承认我的过失。因为安尼，既然虔诚的人，伫通找着你的时，就祈祷你。你是我闪避的所在。
你要用得救的歌赐名为我。我要注目看你，来劝戒你。就用马甲姜马律所来属伊。恶人受侪侪苦难。恁义人啊，就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快乐。俄罗圣歌队要带咱来俄罗上帝，因为伊的死是比谦卑甲主相同行。感谢圣歌队用遐尔水的声来学罗上帝，愿荣光归予咱的天父上帝。请咱
三角来听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撒母耳上卷15章第10节到23节。现在中文译本334页，台语汉语本307页。上主对撒母耳讲：“我后悔立扫罗做王，伊已经离弃我，违背我的命令。”撒母耳真无欢喜，规暝向上主恳求。第二天透早，撒母耳去找扫罗，伊听讲扫罗已经到迦密，伫遐为家己起了一座纪念碑，煞才去结甲。撒母耳去见扫罗，扫罗甲伊请安讲：“撒母耳，愿上主赐福你，我遵守伊的命令。”撒母耳讲：“敢安尼？为什么我阁听见牛羊得叫的声呢？”扫罗讲：“这是我的军队对亚玛力人遐掠来的，因留了上好的牛羊，为着要当献祭献予上主，你的上帝，其他的阮拢袂尽咯。”撒母耳讲：“踮去，我甲你讲，上主当暗对我所讲的话。”撒母耳讲：“请讲。”扫罗讲：“请讲。”撒母耳讲：“虽然你认为家己无重要，但你是以色列逐支族的领袖，上主选你做以色列的王。伊派你出去，命令你消灭遐邪恶的亚玛力人，甲因拢杀死。你为什么无顺探伊呢？你为什么向风公公去抢战利品，做了上主看做歹的事呢？”扫罗讲：“我有听从上主的话，照伊的吩咐去战争，掠了亚甲王，并消灭所有的亚玛力人。只是我的军队无甲掠来遐上好的牛杀死，因带牛羊到吉甲去，要当作献礼献予上主你的上帝。”撒母耳讲：“上主欢喜什么呢？顺探伊呢，还是将伊，还是献祭遐祭物呢？顺探比祭物较好。听从命令赢过上好的羊，背叛伊甲行邪术共款歹，骄傲甲拜偶像共款有罪。直到你违背了上主的命令，伊气杀你，无爱你做王。”咱今早起本堂蔡进度牧师要来甲咱分享信息是扫罗一管理互使人毁坏，请咱恭敬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开始，咱要来看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扫罗。咱要透过伊生命历程中间的软弱，来学习一寡生命的功课。伫礼拜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你是阮的主，是阮生命的导师。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是阮路上的光。愿恳求你，当阮咧听你的话的时阵，光照阮，引带阮的脚步，指示阮着行的路，而且互阮有敏感，会当发觉阮生活中间的缺失。互阮会通无偏离你永远的道路，永远我的道路。愿恳求主，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伫信道中间有两种极端，这两种极端拢毋是真好。第一种是有一寡兄弟姊妹伫平顺的时阵欢喜学了上帝，伫领受属世祝福的时阵，大声唱哈利路亚。但是当因拄着困苦艰难的时阵，就开始埋怨上帝，
甚至到最后，伊的心就离开上帝。顺境的时阵，感觉上帝真疼家己，但是伫逆境的时阵，就袂当坚持信仰。这是第一种失败的信徒。第二种拄好倒病，伫无啥物成就的时阵，甚至伫伊的失志、患病，也是软弱的时阵，伊会当警醒家己，专心倚靠上帝，靠赖上帝，弃掉上帝。但是当成功来临的时阵，当伊一帆风顺的时阵，伊却满心想要创造更较侪财富，追求更较侪成功，反倒当袂起这上帝，甚至离开上帝。这两种极端，拢毋是真好信徒，拢是失败信仰。咱今日要看的圣经人物扫罗王，就是后壁这个信徒的代表。伫伊还未做王之前，伊单纯有信心，谦卑有度量。但是当伊真做国王了，权力富贵为伊带来负面的影响。所以接下来咱3礼拜，咱要对扫罗身躯顶面的软弱来学习一寡信仰的功课。咱如果平心来看，扫罗是一个真有温顺的人，也是一个充满勇气的领导者。如果将伊甲大卫来比较起来，伊先天顶面有真侪优点，但是伊有一点输大卫较侪，就是伊伫信仰顶面的追求，伫信仰顶面的坚持，伊就输大卫真侪。咱看见着伊的人生到最后是失败。咱要对伊的失败中间，对伊的软弱中间来学习，咱会当调整的代志。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叫做“权力互人腐化”。权力互人腐化，这句话是英国出名的历史学家叫做 Acton 伊伫1887年，伊所写的一本册叫做《自由甲权力》。这本册中间有一句流传万世的名言，叫做“权力互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互人绝对的腐化”。伊讲伊咧研究历史的过程中间，伊感觉权力会互人改变，而且是差不多拢是负面的改变。权力会互人对立。伊讲伊伫历史上看到伟大的人物，差不多拢是歹人。一个人得到权力了，往往伫伊的性格顶面会带来改变。这种改变是负面的，会互咱的性命败坏。人伫得到权力了后，伫使用权力的中间，通常会做出违背良心、欺压弱势的这代志。所以，一个人若心态无正确，手有权力的时阵，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代志。咱看见咱所徛起的这个世界，最近所发生的战争，就是有人错误使用权力，因为错误使用权力，互真侪无辜的人受害。所以咱今日要来看扫罗这个人，伊伫还未做王之前，是一般的平民的时阵，迄个时阵的扫罗，到后来伊做王了，有真大的改变。咱要对3个方向来看。首先，第一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扫罗原本是一个体贴的人，但是伊做王了，开始变做真自私的人。咱伫圣经中间，扫罗一出现是安尼记载，伊讲有一个便雅悯支族的人，名叫做基书。基书有钱有地位，伊有一个囝，名叫扫罗。是一个英俊的少年人，扫罗比任何以色列人较关出一条头，也搁较英俊。所以咱看伊出场就是安尼，这是主角人物嘛，人最近人拢流传讲叫做高富帅对无？人缘投厝人迄个厝人够好业，我想伊若受真好的教育啦。所以，伊头起出场都是一个完美的少年人。
圣经记载讲，伊老爸有几只驴仔放弃，所以老爸就叫扫罗去找驴仔。扫罗就带伊老婆去找，真久拢找无。当因到一个所在叫做所弗的所在，扫罗就对伊老婆讲：咱回去吧，从今我老爸无搁再为驴仔烦恼，反倒当为咱烦恼所以咱对这细节中间，咱发觉讲，其实扫罗是真友好，有迄个体贴的心，惊伊老爸会烦恼。结果扫罗因为找无驴仔就准备要回去，但是伊老婆讲：无一定，咱问住伫遮的先知咱问看卖，看伊敢毋通帮助咱去找驴仔。这个时阵扫罗安怎讲？伊讲：但是咱要去见这先知咱即摆已经拢无啥物食物无啥物物件，无啥物礼物通送互这个先知，咱去问敢好意思对安尼咱看起来咱知影讲扫罗其实伊毋是干那真大心，真晓体贴别人，伊干那真有礼貌所以伊应该受的教育那是袂歹。所以一开始出场的时阵，伊就是即款的人。一直到第10章17节其实伊还阁保持安尼种单纯的心。迄阵已经受设立做王的时阵，当伊要做王的时阵有一群人反对伊，即个人也要做王无要服伊但是伊无扣分甚至伫伊掌权伊镇压第一场战争了，伊有迄个能力，伊有迄个机会来处罚这个人。伊嘛无怨恨伊伊赦免这个人，宽赦这个人，这是伊他做王的时阵。所以通过安尼咱知影，伫少年时阵，扫罗是一个会当徛踮伫别人的立场，会当体贴别人，甚至是一个相当有度量、有礼貌的人。但是后来做王了，变一个人，伊变做一个真自私、真贪婪的人。咱看见着圣经记载，后来伊做王了，大卫出现代表以色列军队去镇压什么人？镇压歌利亚嘛。所以因为军队胜利了当来城里的时阵以色列各城镇的这俘虏拢出来迎接扫罗王因就真欢喜唱歌咧学了因这军队胜利嘛结果，因唱的歌是安怎？讲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哇！这声听伫个目刺目，伊这嘛是咧学了扫罗但是安怎？讲我因竟然互大卫万万，我尔有千千尔，我毋就差伊10倍。所以只差无互伊做王尔。对迄天开始，伊就开始怨妒大卫因为安怎？伊已经去担着迄个权力的滋味啦，恐惊伊的王位会去人取代，甚至到落尾，大卫诚做伊的囝婿，伊也是想要来害伊，要来杀伊。这就是惊遐失去权力、自私的反应。所以对一个体贴的人，变做一个自私的人，这是权力对伊的影响。第二个影响，咱看见着。扫罗少年时阵的扫罗，伊有一个真大优点，就是伊真谦卑。当撒母耳要叫扫罗出来领导以色列人的时阵，要设立伊做王的时阵，咱看扫罗安怎回答？伊讲：“哎哟，我是属便雅悯支族，是以色列中间上界微细，我厝内底阁是这个支族上界微细一家。你为什么对我讲这番话？我无可能出来领导啦。”表示其实伊是真谦卑的甚至到伊被设立做王的时阵，咱看见圣经讲啦，伊走去迷起来，改成真歹势做众人的领袖。讲你选别人好，毋通选我所以这个时阵扫罗也是真谦卑，有可能是伊也未担着权力的滋味啦。人一旦得到权力的滋味了要谦卑就困难啦。咱看见咱拄则所读的经文15章到15章的时阵，当扫罗拍败亚玛力人，结果伊安
伊到加密即个所在。圣经讲，伊伫遐立一个纪念碑啦。好啊，本来圣经无写得真清楚，但是你若看现代中文译本来是讲台语的圣经，写得真清楚。伊为家己设一个纪念碑，表示安那，伊是为着家己啊，毋是为着要荣耀上帝，毋是要纪念上帝的恩典，是为着要偏捧家己、高举家己。啊，当一个人眼中只有家己无上帝的时阵，迄种骄傲就产生出来。所以骄傲是上界大的罪，就是安尼。权力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会互人安那骄傲起来。咱其实咱日常生活吼，咱会当发觉讲吼，检查若有人有一点点小小的权力吼，伊就去运用这权力吼，去歹款待人吼。我记得吼，木星甲木器细汉的时阵，足细汉的时阵吼。迄时阵，阮有时伫教会服侍较无闲吼，啊，两个拢读国小啊吼，啊，伊两个差3岁，啊，有时阮若咧无闲的时阵吼，我甲无顺了无闲，我就来讲，母亲你好好照顾弟弟，吼，啊，弟弟若迄功课，咱帮伊斗注意一下吼。因为我倒来到厝里吼，暗时倒来到厝里的时阵吼，我蔡母亲就走来找我讲，爸爸，这是埃及人。哦，这什么？咱拢台湾人，什么？这是埃及人。伊讲吼，这埃及人，然后当做一些人，然后欺负啦，叫我做东做西，吼。我讲，爸爸叫你好啊，带我注意迄个功课尔，叫我做东做西，吼，一时个去摕物件，什么货，吼。我讲安尼袂使啊，你叫蔡母亲来，蔡母亲两个人做伙来，我讲啊恁。恁一个弟弟爱两个人爱互相相听，吼，袂当安尼。啊，你即摆你爱指导，吼，你有迄个能力，你会指导，你毋是来安尼欺骗，吼。啊，因两个听就乖乖就出去佚佗，吼。要过无偌久，吼，蔡母亲佫找我讲，爸爸妈妈变做埃及人。我来讲安尼，我无法度，我毋是摩西。我对这两个囡仔中间，我就看出讲吼，人只要小小有一点仔权力啊，伊就想要去指示别人，想要为家己多利益，这是权力迄款的迄个吸引力。啊，咱看起着扫罗就是原本就是一个真谦卑的人，结果呢，得到权力了，变作真骄傲，甚至连上帝嘛不会听，所以就安那第三项，伊就对顺服。变做背逆啊！咱看去初期的扫罗，伫第10章第9节，咱注意看第10章第9节中间有一句话讲：上帝赏赐扫罗一粒新的心，表示上帝完全调整伊啊。然后扫罗就那受到上帝的灵所支配，一直到11章，拄着相款的情形，当其他阿比人被阿文人威胁的时阵，咱看见着扫罗也被上帝的灵所支配。所以扫罗一开始的时阵吼，顺服上帝领导，所以四界去烧战拢战赢。但是后来安那？后来伊真做王了，就咱今日所读的这15章，伊处理甲亚玛利人征战的时阵，撒母耳就特别甲扫罗警告讲。恁出去征战，上帝甲恁讲哦，吼，这是上帝指示。所有亚玛力人，所有物件，拢爱来招别，袂当留互任何项物件。你毋免想要贪恋你烧战所得到的这物件，这互你败坏。结果安那，扫罗到要听，扫罗无要听，扫罗将迄个镇赢了，将迄个上介好的。牛羊拢留落来，然后走去加密设一个纪念碑，纪念家己，然后去结界的所在。然后上帝就透过撒母耳来讲，讲你为什么无照上帝命令，竟然留落这物件？啊，扫罗搁伫遐辩解讲，这是我对迄个我军队对亚玛力人遐抢来的，啊，留落这好的
牛羊是为着要哪？要献祭予上主。伊个特别讲你的上帝，伊毋是讲我的上帝，佮要献予你的上帝。啊，其他我拢袂信啊。意思是讲，上帝的指示我拢大多数我拢遵守啊。啊，一点就是留落来是要献予上帝。这个撒母耳来讲即句话吼，这是撒母耳上悬上界重要的一句话。讲上主欢喜啥物？顺服伊也是用伊献烧化一个祭物呢。顺服比祭物搁较好，听探命令赢过献就上界好的牛羊。违反伊，甲惊邪术上款歹，骄傲甲拜偶像上款有罪。所以他说了警告讲，上帝已经要离开你了，无需要你做王。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看一个人登基做王，然后这值得咱欣赏啊！一个人掌握权力，这是我尔好的一件代志。加上人生已经到悬的所在、高峰的所在，但是却是扫罗腐败的时阵啊，伊人生开始坠落的时刻。所以咱不得不来面对这个权力的问题。所以咱转来今仔日的题目，权力会互人腐化。咱看去扫罗得到权力了，无为伊带来荣耀，反倒等互上帝离开伊，这是我尔悲惨。但是权力敢真正会互人腐化吗？咱头前所讲的迄个 Acton 迄个历史学家。伊提出讲，要处理权力互人腐化的问题，爱对两项方面下手。第一就是爱分权，将权力分配出去，莫将权力集中伫某一个人身上。第二就是爱制衡，就是爱有制衡的力量。因为人只要拥有一点仔小小的权力，伊就想要误用，所以爱有制衡的力量来防止人误用权力。防止人腐化，但是咱实际上来想，我拄则讲过，一点仔权力，人就会腐化，就要乌白使用。啊，你可能讲啊，无使我无啥物权力，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有权力啊。做父母的对囝儿有权力，做老师的对学生有权力，做朋友的对互相嘛有影响力。啊，咱要防止，咱要去找到迄个根源。其实咱来理解的是。权力只是一个互人产生腐化的催化剂尔，人拢是对内心开始腐化。所以，当咱拥有小小权力的时阵，咱就无法度控制家己，咱就渐渐败坏。但是，敢真正安尼？伫圣经中，咱看起着耶稣拥有上界大的权力，但是伊无因为安尼来误用权力。反倒当是使用权力来祝福别人，而且历史上咱也看到一寡军队耶稣基督的人，伊嘛是安尼，伊使用上帝予伊的能力、才调以及权力来成就别人的祝福。牧师甲大家分享一个人的故事，这是威廉·威伯福斯，伊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国会议员，伊是出世伫一个真好的。家庭，因老爸是真好野的生理人，而且也做当地的市长，做2届，所以伊一出世了，因老爸就有一个对有一个期待，就是讲以后爱往政治界去发展。所以伫满了法定年龄21岁的时阵，伊就当选英国的国会议员。伫进入议会头前5档。伊心中充满了野心，但是野心的对的目的是安那？伊要得到更加侪权力、更加侪财富、更加侪社会地位。但是伫伊26岁了的时阵，伊较真正去反省信仰，而且将家己交代予耶稣基督做，予耶稣基督做伊生命的主宰。所以对26岁开始，伊就开始咧思考。我到底要安怎活我未来的生活？信主了，有一个真好的朋友吼，
叫做 John Newton，就是做迄个《奇异恩典》迄个作者吼，即牛顿牧师，伊就去请教伊讲，我应该放弃我即马的工作，就是讲做国会议员，来做一个专职的传道者，还是应该继续从事政治的事工？伊头去若准即个牛顿牧师的来讲，你著放弃你的政治事业，专心去为着上帝来活。反倒等牛顿鼓励伊安那，鼓励讲，你要留踮伫即个位置，上帝会伫即个所在使用你。所以伊就开始，虽然伊的职务无改变，伊也是国会议员，议员掌握着财富甲权力，还有真有社会地位。但是伊迄心态、内心改变了，伊所推动的事工也好，还是讲伊的生命改变也好，拢是调用上帝的意思去改变。伊伫迄段中间，伊写日记安尼写，伊讲：我谴责家己啊！我过去浪费了真宝贵的时间、机会甲才能。我过去拢若准这时间、这才能，我的权力以及上帝予我的这机会，拢若准是我家己的，我当随心随意来使用。但是一直到26岁，我真正认捌资料，我才知影这一切拢是属于上帝。所以我应该照上帝的目的来使用伊予我的财富、才能、时间以及权力。所以伊甲伊的7个朋友组成一个叫做克拉彭联盟。因虽然分属无同款的党派，但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因结合做伙，根据家己的专业，拄好代表8项无同款的领域，伫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税务、外交、管理以及文化。所以因伫国会内底推动逐项真重要，而且影响真大的法案，帮助英国甚至到全世界建立一个真水的政治根基。因常常斗阵聚会，恳求上帝带领，因祈祷中间找求上帝的心意。因伫因推动的法案中间上较困难的，经历时间上久的，影响上较深入的，就是一个叫做禁止奴隶贩卖法案。迄阵伫英国抑有真侪迄个奴隶，是无自由的奴隶。所以伫1790年将这法案提出，经过18冬的努力，伫1807年这法案才通过。当通过了，因这同僚拢非常欢喜推动遐久，才赶紧大家来庆祝一下因要找韦伯福斯，去找无韦伯福斯，到尾伫即个议院的一个角落中间，看见着韦伯福斯伫遐跪咧，头咧咧，规个人流目屎，众人来恭喜讲咱已经通过啊！伊拢无啥物反应，只是流目屎。听伊伫遐咧祈祷讲：主耶稣，历史伫你的手中，阮不过是你的器具。我咧读伊的故事的时阵，我心中非常的感动。一个拥有权力的人，伊正确使用伊的权力，会当带予人遐尼大的祝福。咱看伊所推动这个法案，毋仅仅伫英国造成影响，后来到伫美国。林肯解放黑奴，嘛是因为伊的影响才开始。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权力原本就是上帝所赏赐的。咱看见着创世纪所记载，上帝予人有管理世界的权力。权力为什么会变质？是因为咱人的自私、骄傲、败坏，想要将家己的意思关过上帝的意思。权力甲责任应该互相平衡，咱应该用信用、用听、用谦卑、用自我约束、承担责任的态度来使用权力。简单来讲，如果一个人会当顺服上帝来使用伊家己的权力，权力
不但袂腐化，反倒等会让真侪真侪人的祝福。今日咱至少手中拢有一寡权力，请咱好好来使用权力，加做咱生命的祝福，也加做别人的祝福。咱同心来祈祷。求恩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扫罗伊的软弱，互我明白，权力确实是一件爱注意的代志。求主帮助我有智慧，会当分辨主的心意是安怎。照主所赏赐阮的恩赐才能，以及权力来祝福别人，也互阮领受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来吟圣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第336首，第336首，天父我知一生光阴，请咱起立来吟。
请坐。即时咱要来奉献。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全能的上帝，是阮的主，同行好拢是你所赏赐的。求你接纳阮所对欢喜甲感谢的心所奉献伫你面前的金钱，阁求你，互阮安尼会服侍，奉献阮本身来做你的路用，来荣光你的圣名。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来报告，青年分区州部第4页，本主日为总会所定社福事工关怀主日，平安基金会所属的社福机构，结合教会甲社区推动相互事工，服务上年的长辈、新众朋友、劳工、甲海外渔民。单亲的家庭、原住民甲弱小族群的心灵需要，请兄姐关心代祷甲奉献。第2点，集体关怀。本会会友方朝恩兄弟是范建伟兄弟的爸爸，伫6月18安享主怀，定伫7月初9，本礼拜六早起7点半。伫第2殡仪馆至善三厅举行力量告别礼拜，请兄姐关心甲代祷，愿上帝安慰伊座。
咱煞接看第6页，儿童的事工，暑期儿童营因为疫情的暂时停止实体的营会，快乐假日的夏季学校改做儿童线顶节目，日本伫7月初9到8月27日，每礼拜六早起10点，伫教会官网的播出，请咱注意来听。这时请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的带导。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牧师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的礼拜兄弟。这有一对夫妇是许德宏先生甲李宝玲女的迄个姊妹，毋知坐伫倒位？因是对美国转来哈。好，请坐哈，欢迎。第3位是林慧茹姊妹，欢迎欢迎。第4位是陈之宇姐妹，毋知伫倒位？好，第后壁好。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礼拜无介绍到的。欢迎这贵宾，等下咱去甲贵宾适合，咱呢人做进一步的交代甲介绍。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神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伫台湾疫情渐渐消退，我们进入正常生活进前的这段时间，阮感谢主，有愿保守看顾阮，恳求主伫头前引带带领，互阮每一个人得到平安。阮特别将阮的肢体中间有人得到病痛，交代伫主的手中，恳求主你亲自医治看顾。因为主耶稣基督的鞭伤，阮得到医治；因为伊的刑罚，阮得到平安。阮确信，我靠上帝，的确会当超越这困难。阮也将心神忧伤的兄弟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看顾，亲自安慰，也兴起教会兄弟姊妹伫肢体中间彼此带导，互相照顾。阮的肢体中间有人失去亲人的，求主你亲自安慰，拭干阮所有的目屎，互阮会当看见着主你所赏赐阮永远的愿望。阮特别将今日来到阮中间新的朋友，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赐福保守看顾因，出入拢得到平安，领受上帝丰盛的祝福。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们。请咱起立来上吟510首《乌鲁天顶主宰》，请咱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请坐，庙道下温，恭受差遣。